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原来舌头，台语安尼写舌头。华语的头脑不灵光，台语讲舌头。啊，若讲较土咧，舌头就是一箍推推。你真正一箍推推，这是咧讲骗，爱掠去关。人叫你做，你就做，你有够舌头呢你。啊，我都较舌头，袂晓变巧，请你多多包涵。舌头嘛当讲舌头舌脑。做人做事爱知影变通，唔通安尼舌头舌脑急死决。急死决就是华语的固执、一意孤行。舌头的舌，舌片就是昂片，就是塞片，就是华语的鼻塞。过敏或者是感冒，拢会引起到塞片、舌片，呼吸的袂顺，人会真无爽快。再来，舌尖，扎实而没有空隙。台语讲舌尖，隔壁阿福姐嘛咧卖泡菜，一盎一盎的泡菜拢真舌尖，无怪生意真好。泡菜就是梅干菜。今仔日的台语字舌头实在真趣味。